今戰再入邊扶搖西勁，接近終點，喜慶寶外邊冚過晒，跑第二名魔術控制巴閉精，第三呢出邊啊立德贏4場，極上沙龍跑第二名嘅馬又開心三寶啊！觀眾好，唞書期間我哋都有做功課，揾咗啲有潛力嘅新星。咁首先就揀咗20匹去季加分最多嘅質新馬，喺裏面呢，再揀選啲比較好賽績嘅，再做分析。其中包括咗喜慶寶啊、極上沙龍、天先生、數字天文、櫻花酒杯實、財將同埋皇上等等。咁揀選嘅標準嚟睇下，賽績包括勝出次數、勝出率、勝出距離、勝出態勢、評分加減、周歲價賣價、父系同埋其特點以及近期賽績綜合評論出嚟嘅。首先介紹下喜慶寶，喜慶寶係加分最多37分，佢5出4勝，佢個父系係好出名，同埋周歲價好高25萬。另外就係實力股仲誇張，呢個周歲價去到170幾萬，為妻利時，咁一出即勝，仲大勝5個幾馬位，好誇張。佢係原本冇賣嚟香港，但係因為之前賽績麻麻，上手練馬師搞唔掂，落咗羅富全真係冷手執個熱煎堆。另外就係數字天文係4歲馬，但係佢曾經挑戰呢個馬王，只係輸咗好少。來季佢有進步呢，可能可以取代馬王動漫勇士。除咗我呢度可簡單介紹咗3匹馬，其他都可以參考呢個表。例如好似極上沙龍同天先生，佢哋賽績都係好好嘅，亦都會有上位嘅機會。不過呢啲都係會係熱門，即係唔會太難。如果做膽就可以咯。最後我提供埋啲有關馬匹嘅視頻作參考，多謝收睇。黃琪佢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就扶搖世勁應聲彈出啦。咁啊響外面維港智能啦，中檔位置威利今戰內蘭藍帽呢仲有風雲武士啊。咁啊中間呢搶前啲有英雄豪傑啦，外邊呢咁啊仲見到個馬匹有魔術控制啊。最出綠色衫綠色帽呢，仲有呢隻就巴基之星啊。內蘭尾5就好評如潮，外邊呢就喜慶寶啊。尾3位置係美麗星辰，殿後一隊黑衫嗰匹就勁進輝煌灰馬，暫時殿後太易揾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咗出嚟就維港智能啊，分列2、3位嘅馬，埋邊有呢隻扶搖世勁啦，威利金戰啦，咁啊再後多層內蘭第4魔術控制啊，6、3第5位巴基之星，內蘭第6藍帽呢，仲有呢隻風雲武士啊，頂到最出啊，黃衫紅帽喜慶寶，緊隨其後嘅馬仲有勁進輝煌啊，美麗星辰嗰啲馬，最後300厘米啦，維港智能仲有半個馬優勢啊，呢個時候威利金戰開始上嚟啦，兩個馬中間扶搖世勁亦都追啲，大外檔嗰邊喜慶寶啊，最出嗰隻呢，仲有呢個勁進輝煌啊，最後100厘米咁啊見到外邊喜慶寶一鼓作氣冚上嚟，鬥緊嘅馬有魔術控制啊，埋邊位置威利金戰再入邊扶搖西勁，接近終點喜慶寶外邊冚過晒，跑第2名魔術控制，第3名呢，中間威利金戰出邊追上嚟，有勁進輝煌、內蘭、維港智能同埋扶搖西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有得追有得冚喎，喜慶寶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大家都平排約出㗎啦，快少少人和家興搶㗎啦，出邊赤海埋邊實力股內蘭橙衫做嘅精彩進帳，中間呢，跟住呢4隻馬後邊啊，就係巴閉精啊，內蘭第6一神雕啊，外邊橙色眼罩星火燎原啊，馬林中間仲有辣得準啦，後邊嘅4匹馬預跑得咕嚕快跑啊，尾二紅衫啊八進福星啊，暫時殿後勇闖高峰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實力股直情快過人和家興放啊，第3位有赤海啦，內蘭第4嘅馬呢。有
精彩進帳啊，橙衫㗎。後多層內欄第5位就神雕啦，響佢外邊淺藍衫就係巴閉精啊。巴閉精後邊紅色就攞出去外邊呢，仲有辣得準啊。等入邊嘅馬有預跑得掟出去外邊，追有咕嚕快跑同埋呢隻星火燎原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實力股將後邊嘅對手拋甩咗，大約有3、4個馬位㗎啦。外邊巴閉精啊追緊上嚟，埋邊精彩進帳，再見到外邊呢，仲有隻預跑得辣得準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實力股將後邊嘅對手最少拋甩5、6個馬位，贏出呢場賽事。第2名嘅馬呢，巴閉精，第3呢，出邊啊辣得準，第4名嘅馬要影相啊，埋邊精彩進帳，咁啊外邊係預跑得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實力股就係擺咗喺前面走呢，結果將後邊嘅對手遙遙掟甩啊，一出即勝啊。第2名嘅馬係巴閉精，第3出邊辣得準，第4寄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加州二浪跳慢咗啊！前面快噶嘛，嘉應勇將快過極上沙龍啊！第3位出邊開心三寶，第4位浪漫鬥士啊！內欄第5新力好，中間幸運大夫啊！後邊嗰5匹馬一生好彩，紅衫呢就尾5嘅，尾4有愛馬心啊，尾3紫色衫黃魔啊亨記啦，咁啊內欄位置加州熱浪暫時殿後，中間夾住嗰隻神池嚟㗎。好啦，過1000，前面放嘅馬就係呢隻極上沙龍㗎啦，跟住第2位嘅馬有開心三寶啊，嘉應勇將第3浪漫鬥士，第4內欄第5新力好，第6位呢仲有幸運大夫啊，後邊嗰5匹馬一生好彩，響尾5啊紅衫嘅，後邊嗰4匹馬愛馬心加州熱浪啦，外邊呢紫衫黃帽呢就亨記啦，咁啊包尾入直路，暫時係嗰隻神池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差唔多入直路啦，極上沙龍拋嚟咗個幾身位入嚟嘅，開心三寶呢就第2位啊。咁啊見到第3位嘅馬有嘉應勇將攞咗出去中檔啦，埋邊偷位上有新力好啊，咁啊中檔追嘅馬有浪漫鬥士，紅衫黃帽就一生好彩，埋邊加州熱浪啊，最出係亨記，最後200米極上沙龍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見到第2位嘅馬有開心三寶啊，入邊新力好亦都追近咗，中檔位置嘅馬呢仲有嘉應勇將啊，最後100米到出4場贏4場，極上沙龍跑第2名嘅馬有開心三寶啊，第3名呢好近喎，埋邊新力好，咁啊遲遲追上嚟啦，分別有一生好彩同埋外邊神池啊。結果呢隻極上沙龍再次贏馬啦，出4場贏4場，都係擺前面走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方糖冇事快喎，數出嚟中間黃衫嘅堅先生，外邊電光高升，中間粉紅帽呢仲有鋭喜啊，最出紅衫大面箍係香港仔，中檔位置有健康快車，內欄黃黑格仔衫呢，仲有得道猴王，出邊黑衫紅帽開心指數啊，後多浸嘅馬啦，內欄粉紅衫嗰隻就郭千金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千杯不醉勝於藍啊，尾3係傑出雷霆啊，殿後一隊飲杯內欄位置呢，就贏完又贏嚟㗎，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嗰隻鋭喜嚟㗎，緊隨第2位就電光高升啊，內欄第3有方糖冇事啦，第4位呢就堅先生就黃衫㗎，第5位內欄黃黑格仔衫啊，得道猴王，外邊位置香港仔啊，揈出去外邊追啦，有健康快車追出嚟開心指數嗰啲馬林中間仲有隻郭千金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係香港仔喎，壓住咗埋邊堅先生，堅先生俾落去反應都相當好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郭千金啦，再攝內欄呢，再傑出雷霆，外邊嘅健康快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換腳堅先生都拋甩嚟贏㗎啦，跑第2名係香港仔啊，第3名埋邊係傑出雷霆，第4名出邊郭千金啊，都仲係未夠熟嘅，咁但係俾隻咁大隻嘅香港仔壓住嚟跑，都衝贏晒㗎啦，堅先生都真係好堅啊，掟甩贏啊！香港亦都舉起隨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，中間有呢隻就禪聖輝煌啊，響埋邊數字天文啊走咗上嚟㗎啦，最出嗰隻係安如啊，第4位就安晴啦，後邊嗰3匹馬直線力山，尾位置粉紅眼罩呢，咁啊有競速威龍啊，暫時帶到去嘅馬匹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400米嘅段處啊，前面放嘅馬呢就數字天文啦，咁啊中間位置有禪聖輝煌啊，外邊有安晴跟住個第3，咁啊3隻馬拍住咯喎，第4位嘅馬有直線力山啊上咗嚟啊，內欄第5粉紅眼罩有競速威龍啊，安如就褪咗落去尾二先，暫時殿後仍然有嗰匹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1000米嘅段
住啊，大家個位都已經係定咗㗎啦。埋邊放嘅馬呢，就數字天文啦，安晴原來走咗上去第2位啊。後邊嘅馬禪聖輝煌第3，內蘭第4，競速威龍第5就直線力山啊。安裕呢，就褪咗喺尾二先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數字天文咁啊都喺埋邊呢，就自己係順放啦。跟住響第2位嘅馬呢，就有呢隻就安晴嚟㗎。埋邊呢，第3位有呢隻呢，就競速威龍上咗啲啦。出邊第4位粉紅衫粉紅帽禪聖輝煌啊。後邊3匹馬分別有直線力山、安裕啊，掟到最出係嗰隻美麗同享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咗半個身位嘅。咁啊見到串內欄上㗎嘛，有競速威龍，中間追禪聖輝煌，大外檔嘅美麗同享啊。最後200米，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禪聖輝煌追緊佢，入邊競速威龍擠咗段唔多，出邊冚咗一段又係唔多嗰隻美麗同享，最出呢仲有隻安裕啊。最後100零米，數字天文游刃有餘啊，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。第2名嘅馬呢，好近啊，埋邊競速威龍最出啊，安裕好遲先撻得着啊。第4名安晴又上翻嚟，同禪聖輝煌需要影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數字天文咁啊嚟到香港第3回合啊，首度出戰級制賽3級賽100週年紀念銀瓶，以拋離對手。黃旗舉起咗。好，你開閘嘅時候，元朗精英慢咗啲啊！前面快嘅馬呢，見到外邊位置開心勇區、正本巨星、超勁赤兔、中檔淺藍衫，仲有櫻花酒杯，外邊紫色衫開心老闆，內欄粉紅衫呢，仲有呢隻有型亮啊！中檔位置就黃龍飛將，內欄白衫紫色眼罩，仲有尊智神啊！中間夾住紫色衫紫色帽呢，仲有呢隻綠野飛馳啊！後邊嗰5匹馬，天星、標之浩瀚啊，尾3嘅傲勝啦，後邊一隊元朗精英同埋粉紅酒嗰隻呢，就同樣美麗嚟㗎。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嗰隻正本巨星喎，跟住第2位就開心勇區嚟㗎，內欄第3係櫻花酒杯啊，中間第4嘅馬仲有超勁赤兔，內欄第5就有型亮啊，第6位啦，紫衫外邊位置就綠野飛馳啊，馬林中間紫色衫第7位仲有開心老闆啊，等入邊紫色眼罩尊智神攞出去外邊追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天星啦、黃龍飛將啦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同樣美麗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，見到埋邊位置正本巨星鬥緊中間開心勇區啊，埋邊呢櫻花酒杯唔係好夠位喎，反而偷內欄上嘅嘛，有尊智神啊，中外檔冚有超勁赤兔啊，外邊追仲有隻綠野飛馳啊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呢就開心勇區啊，呢個時候櫻花酒杯揾到個位呢，中檔衝咗上嚟啊，外邊位置仲有綠野飛馳，中間超勁赤兔，贏馬嗰匹係櫻花酒杯啊，咁啊綠野飛馳應該係第2啊，中間第3呢有超勁赤兔，第4名埋邊。開心勇區呢，中間粉紅衫有啲受阻啊，有型亮啊，出邊位置仲有隻開心老闆影相爭第第2睇8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㗎啦。咁啊，見到快啲嘅馬呢，中間位置有電信巴打啦，財將響第2位啊。出邊有預跑得啊，內欄第4賢力寶啊，外邊粉紅帽進佔第5，仲有上海勇士啊。中間第6位嘅馬呢，咁啊有呢隻就沙井之友啦，後多層嘅馬匹啦，先見到外邊係朝朝醒啊。尾5內欄飲杯啦，後邊4匹馬，蒸蒸日上粵港之區太子啊，殿後嘅馬匹係自滿同行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係嗰隻預跑得喎。進佔第2位外邊啊係財將嚟㗎，內欄第3係電信巴打，第4位嘅馬有上海勇士，內欄第5呢紅衫紅帽賢力寶啊，後邊馬中檔第6位呢仲有沙井之友，內欄飲杯啦，內欄位置呢仲有太子啦，攞出去中外檔啊蒸蒸日上粵港之區，褪喺尾子呢就朝朝醒包尾入直路自滿同行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財將好輕鬆就已經係透出咗先㗎啦，中間位置賢力寶開始追佢啦，外邊沙井之友上緊，埋邊位置仲有呢隻呢就預跑得啊，太子自滿同行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財將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內欄衝上嚟係太子啊，賢力寶就第3，第4名出邊沙井之友啊！咁啊結果呢隻財將其實臨場都好緊張啊，好濕身啊，但係都能夠升班增程，一樣贏馬咁啊3出3勝喎。第2名好被動啊，太子內欄追上嚟啊！第3呢，中間係賢力寶，外邊有沙井之友。好啦，告東尼起孖啦！呢隻財將啊，升班加程冇有怕，保持不敗。第2名。
黃琪居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精英高球灰馬，埋邊啊泰坦都快嘅，咁啊外邊呢，有進藝快車，中間夾住啊皇上啊，出邊粉紅帽走上去嘅馬匹呢，咁啊有銳起嚟㗎，後多層啦，出邊黃黑格仔衫得道後王內蘭藍白格仔衫方唐武士啊，馬林中間紅衫淺紫色帽呢有閃電小子啊，後邊嗰幾匹馬新威之星啦，米奇紅黑直間衫，中檔尾5嘅，內蘭尾4呢，仲有99維星啊，後邊嗰3匹馬非凡豪傑啦。渡月橋啦，暫時殿後藍衫嘅冷蛙嚟噶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就進藝快車貼欄放，外邊拍住嘅走呢係銳起嚟噶，分列3、4位嘅馬啦，中間有得道侯王啦，埋邊啊精英高球啦，再揈出嚟中間有皇上啊，外邊冚嘅馬係非凡豪傑啊，出邊追仲有渡月橋啊冷蛙嗰啲馬，後多陣之後米奇揾緊位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平排衝刺之下，見到中間皇上上咗嚟，外邊有非凡豪傑啊，出邊追有閃電小子內蘭。嗰邊仲有進藝快車同埋得道侯王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皇上又駕到噶啦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啊嘛，外邊閃電小子追咗上嚟啊，第3呢，真係近，外邊4號係冷蛙，中間黃黑格仔衫得道侯王，內蘭係進藝快車要影相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皇上嚟到香港3歲嘅北半球馬，跑3場，計埋今場贏2 win 1個第2啦，第2名係閃電小子，第3好近啊，中間